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水情牛颈埔打来真欠水，土城新町苗栗1.9万公顷的农地全面停止灌溉，其中有1.3万公顷是稻田。农委会来公布着每公顷补偿14万。苗栗农田水利会大潭工作站已经有农民去询问补偿的细节，讲农民真不满哦。 因为要领这个补偿金，就要先把田来甲放掉。农民讲，这个稻米是粮食，若是随意来放田，会去雷公讲，因唔敢嘛唔甘的，把这个田来放掉。稻仔就要收成，所以因为水情来出问题，全面停止压田。农委会公布每公顷的农产的补助14万。 苗栗农产水利会大潭工作站有农民去问细节，不过听了足不满的。到15万以上，在农民在加减一寡本钱。除了认为补偿金伤少，爱领到钱就要先放田，这点农民讲下袂落手。我个无人敢放。遐老爹讲，你若放的吼，你讲的讲，你大家都还好。 通恒新竹苗栗停止压田，咱中华地区是分区轮流，中华无水库拢靠台中分离来支援，即马民生用水嘛受到影响。中华市东区去年完工的水井拄好会使使用。这个水井的水就是伫河床下骹的浅站地下水，水伫经过天然刷质了后，水质好，而且水站的深度浅，补上来速度真紧。OK 就有2款这种井。 大概供应14个里，比这个地面水稳定，而且比较不易溃化。浮流水井的效果真好，自来水公司按算伫 OK 开发第3座井，未来完工估计会使供应1500万吨，改善中华的供水问题。